大家好，今次谷草野馬雙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分別係第4場4班1200米嘅荒唐武士，第5場4班1200米嘅心裏有數，同埋第7場4班1200米嘅貴麗人生。而2匹落飛馬精選就係第2場4班1650米嘅帥奇威風，第9場2班1650米嘅太陽勇士。我哋而家一齊睇片啦！中間有進步騰飛啊，內欄傳上嚟仲有荒唐武士啊，再喺入邊位置仲有一隻無限美麗，最後100米到沿欄傳上嚟，荒唐武士就贏出呢場賽事啊，跑第2名，外邊追上嚟係嗰隻進步騰飛啊，咁啊中間位置開心寶寶就臨尾有啲力弱，第4名都要影相噶，埋邊得到猴王啊，似乎高過嗰隻無限美麗就要影相啊。響入邊等位係太子啊，外邊冚嘅馬咧有喜連勁咁喎。好啦，最後200零米啦，咁啊平排衝刺之啊，外邊喜連勁咁上咗嚟啊，拍住嚟鬥有勁進非凡啊，埋邊係日馳千里啊，咁啊再見到中檔上仲有穿甲展英外邊線路滿貫啊，最後100零米啦，喜連勁咁鬥緊埋邊勁進非凡，外邊線路滿貫追上嚟，贏馬嗰匹一出即勝，喜連勁咁啊！到對面直路嘅中段啊，前面放嘅馬就節節有福嚟嘅，響佢出邊啊凌風傲雪啊，加州本事就守住個第3，內欄第4，外邊第4位仲有電信驕陽啊，內欄第5仲有福星小子啊，出邊啊知道長勝啦，中間紫色帽3軍勇將啊，後邊嗰5匹馬兜出去外邊有金運來，內欄尾4淺藍衫橙帽就心裏有數，後邊3隻駿馬之寶金晉升內欄響後邊啊共同輝煌啊，入正最後直路啦，前面節節有福仲係佔先嘅，凌風傲雪內邊追佢，入邊上有加州本事啊，出邊啊3軍勇將上嚟嘅勢相當勁啊，壓埋去嗰隻咧就係電信驕陽嗰度啊，再喺入邊偷位上嚟，仲有隻心裏有數，最後100零米3軍勇將一路內閃，但係都透出贏出呢場賽事啊，跑第2名加州本事啊，最後直路啦，前面透出嘅馬咧就加州本事埋邊紫色眼罩，鬥緊外邊粉紅帽渡月橋啊，呢個時候內欄傳上嚟嘅馬，仲有隻心裏有數啊，大外檔追仲有隻長勝力區啦，馬冧中間呢就係良言一句啊，最後100米到啦，加州本事依然佔先啊，埋邊心裏有數一路追住佢2匹馬拍住影相啊。外邊追你知我得啊，最出就貴麗人生嚟噶。好啦，最後200米到啦，前面透出嘅馬見到外邊位置你知我得上咗嚟啊，大外檔就係貴麗人生啊。咁啊再喺入邊攝上嚟噶嘛，仲見到馬匹有智勝攻略同埋耀寶區接近終點，外邊追上嚟贏啊，貴麗人生啊，你知我得第2，智勝攻略跑第3，第4名係耀寶區啊。結果今場賽事咁啊轉彎揈出去中外檔嗰啲馬呢，呢一組咧又唔同又有得追喎。貴麗人生外邊冚晒啦，你知我得第2，智勝攻略第3。辣德金仲有少少嘅優勢啊，外邊呢就缺一劍換到腳啦，開始上嚟追佢啊。內欄嗰邊有可期而遇啦，中間貴麗人生啦，外邊紅眼罩有勇威神區中檔紅衫飛騰追，出邊仲有2隻啊，長龍區大外檔廚神啊，最後100米到透出嘅馬呢就係勇威神區，外邊廚神3爬2背上咗嚟，相當接近啊。勇威神區紅眼罩8號嗰匹，外邊廚神一路撲緊上嚟。咁啊，至於中檔位置，紅衫係飛騰追，入邊1號仲有隻缺一劍啊！結果勇威神區透出咗。臨尾啊，起啲飛嘅帥奇威風啦，又可以睇下佢入直路嘅時間啦，都塞㗎啦，取位又唔順。而家係尾3喺內欄，隻追風啊，追風係早啲發力嘅，不過都係唔係好夠步速。而家喺外邊走，同埋呢個檔位都蝕得比較多啲啊！咁睇下帥奇威風直路點攞位啊，白衫呢度移出嚟，又再移，都未真正騎。冇啊！呢度都大勢已去啊！哇！隻眾星都其實夾硬賺個位出嚟嘅喎。最後直路啦，前面透出嘅馬和平波佔先少少嘅，中間太陽勇士啊追啲啦，中檔位置有遙遙領先啊，出邊上嚟呢仲有勁進輝煌啦，馬冧中間康樂高球穩緊位啦，後多層啊嘛，大外檔係米奇啊，最後100零米遙遙領先啊，鬥緊埋邊太陽勇士啊，埋邊位置仲有隻和平波啦，中間係康樂高球啊，最後100米到啦，咁啊康樂高球外邊冚上嚟嘅勢頭都相當勁啊，咁啊結果呢就康樂高球終點前將埋邊嘅太陽勇士同埋遙遙領先趕過咗。夜馬嗰匹係康樂高球嚟㗎，咁啊至於第2名呢都好近嘅，
埋邊黃衫太陽勇士，中間紅衫4號係遙遙領先。至於第4名嘅馬係人心星。